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3日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天有什麼新聞重點。台中市食安處公布，包括王品、桂冠、個人花燈食品廠有用到有致癌成分的油，食署要求今仔中晝進前全部回收落架。財政部公布，全國698萬戶報稅，大約45300多萬戶攏唔免納稅，其中有7戶收入上千萬，嘛唔免納稅。香港銅鑼灣冊店的創辦人林榮基昨暗過身，食到70歲。總統賴清德、陸委會主委邱水正攏表示哀悼，愛大家做伙守護民主甲自由。來看中聯油脂公司一批沙拉油驗到有致癌的物質，台中市食安處進一步來公布講，包括王品、桂冠、個人花燈食品廠，攏有訂到這批有問題的油。中盤油商福壽閣服務嘛已經回收5747公斤的油了。食署昨暗嘛要求業者佇今仔中晝進前，有問題油品甲產品攏愛全部落架，若無相當會罰300萬。中聯油脂致癌物超過標準的油，全台灣即馬攏總有。台中市食安處展開擴大稽查，數落來要去市場、夜市、賣場查核落架回收的狀況。目前確認，福壽已經回收5693公斤，福無回收54公斤，攏總回收5747公斤。那我們規定到今天12點之前都要全面下架。如果沒有下架的話呢，我們依食安法第7條的話，可以重罰到最高都可以到300萬。目前了解有問題油攏總1300公噸，其中福無摕到588公噸，福壽摕到421公噸，泰山是摕到291公噸，各造成22個批號，18項產品會繼續追查。不過，根據中聯油脂上新的公告，這批油若驗出苯偏比超過標準，佮發現苯偏N、苯偏2這些化合物攏超過標準。我們之前你們有驗？依法規是半年一次。哦。對，我們3月11有驗的，3月11。所以這4月的料號就沒有。對，因為法規就是這樣規範，我們是照着法規在走。多含芳香族碳氫化合物，尤其苯偏比，它會增加肺腺癌的風險。然後長期的話，也可能會增加腸胃道癌症的風險。另外，食安處嘛公布有問題油頭一批去倒位，福壽水母的公司包括貴族世家、美食家、實在通路等等86個業者，服務是包括桂冠食品、廣達鄉食品、聯合利華等等，線裝的有27間，還有康達盛通、精華國際酒店、雷薩咖啡、樂協珍等等，湯裝的有111間，攏總224間。另外，彰化縣衛生局嘛繼續追查泰山的油。其實我們應該有個概念啦，食品安全不是檢驗出來的，因為檢驗其實是大海撈針。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物質？其實最重要的是它的原料，或者是製程，整個生產製造，假如都在一個嚴格的管控之下，應該不會有這個物質。根據食安法規定，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有工廠登記，而且資本額有3000萬以上，得強制實施一級品管自主檢驗，半冬也是每批上無愛抽驗一擺。毋過代誌發生了後，大家攏認為頻率傷低。另外，針對原料嘛欠監督，目前雖網已經歇熱。毋過，雙北教育局統計，攏總有54間學校的營養午餐捌用過有問題油。目前台北市府表示，已經要求學校通知所有的家長，相關嘛會全面預防性落架。記者綜合報道。正道干路這事件真濟大人囡仔攏真愛耍，閣會收藏。保三總隊是發現講，有業者對中國走私6萬多粒仿的正道干路，市價超過上千萬哦。警方嘛真煩惱講，這款仿的大部分攏是塑膠做的，若品質有問題，佇拍干路的過程，干路若散開，這就真危險咯。干路拍出去，開始對答。正道干路佇台灣真清，無論是大人啊囡仔，攏真介意。毋過目睭就愛閉互金，即馬有仿的走入來台灣啊。警方到海關甲47車櫃櫃查落來，將百箱甲拆開查驗，全部攏是正道干路，有6.4萬粒。業者對中國非法偷渡，真濟是攏無申報，想要安尼準過走私來台灣。不法業者企圖以海運貨櫃進口，加長大批山寨戰鬥陀螺路徑，全案將依涉嫌違反著作權法與海關西施條例，已請相關單位審認裁處，並持續清查有無其餘走私集團。
這正道干路生甲甲正版是相像，市面受歡迎的款式全部攏有。毋過經過國內正版的代理商鑑定，這數萬粒的正道干路攏是仿的，無經過授權，侵權的價值超過1000萬，會提告來追究責任。警方也強調，仿的干路品質無好，恐驚有安全的問題。在高速旋轉情況下呢，如果是那種非正版的戰鬥陀螺，由於材質比較沒有經過完整的檢驗，那緊密的結合也比較緊密度也比較差，因此呢，高速旋轉被撞到的時候容易爆裂的現象。即馬當咧休熱，囡仔定定咧耍，加在這個有提前封插扣，若無中國製仿的干路，伊的芯甲椅啊等等材料攏是用塑膠代替，若是洗甲真緊，恐驚袂堪的，就扁去脆片的烏白噴，影響到囡仔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股市哦，因為美國的科技股、還有費城半導體指數攏大落，今仔日本、韓國股市嘛攏落，台股盤中是大落800點，落破46000點的關卡。也毋過後來尾盤真旺，指數嘛發兵紅五，今仔收盤的指數是46780點，是起36點。今仔早起五大寬達股攏落，台積電上價是落到2415塊，嘛落破12線。聯發科、台達電、鴻海跟日月光控股等等嘛攏落。團產股、水泥、食品、紡織，還有汽車跟航運是起超過2%。金融股的今仔表現嘛袂歹哦，嘛起超過1%。佇尾盤，台達電跟大光電，還有一寡大型的寬達股出現尾盤，所以指數又閣突破46000多點，收盤是起36點。再來看財政部公布2024年綜合所得稅統計，全國698萬戶申報，大約是有316萬戶，有45%攏唔免納稅。其中有634戶所得稅雖然超過200萬哦，是正高省稅嘛唔免納稅。閣有7戶收入上千萬的好野人，嘛一銭稅攏唔免納哦。這個統計數字嘛顯示講，咱台灣好野甲省者，這嘛是愈差愈濟。只要有收入，就要依法申報扣稅。財政部公布上新的年綜合所得稅申報統計資料，2024綜合所得稅申報戶差不多有698.2萬戶，應該要納的稅金差不多有4791億，其中差不多316萬戶，45%的所得淨額為零，免予人扣稅，顯示台灣的好野產差距繼續擴大。我們的貧富的差距也相當的懸殊了哈，等於說大概佔了45%的人都不用繳到稅哈。那其實有錢非常的有錢啊，沒有錢的非常的沒錢哈，這代表是一個真的是不斷的擴大了。進一步分析發現，免納綜合所得稅316萬戶當中，多數的所得總額集中在200萬以下，不過嘛未少高所得族群節稅誘導。申報戶當中有634戶綜合所得超過200萬塊銀，不過佇扣除免稅額甲扣除額了免納稅，包括28戶全年所得有超過500萬，7戶全年所得有1000萬以上。他所得很高，1毛稅都不用交，並不代表他逃漏稅，也不一定代表這個租稅制度出了問題。譬如說，他捐贈了基金會非常非常多的錢，而且是針對政府的捐贈。另外，觀察統計數據，若以綜合所得稅總所得的20分位申報統計來看，第一分位上加5%，無缺股利甲盈餘分開計稅，股利所得的總所得平均數是4.2萬塊。第20分位上懸20%，總所得的平均是561.3萬塊，相比差有133倍。記者綜合報道。年底特別選舉咯，中選會雖然已經選出主委，也毋過委員的人數是閣無夠。行政院嘛補提名3個人選咯，今仔嘛佇立法院來進行人事動議權，下晡1點投票表決，也毋過若要利用人數優勢，又閣全部封殺咯。九合一大選年底起過，毋過中選會委員也是無夠法定的門檻。對行政院補提名的正議政參事沈淑輝、律師蔡維德甲法務部處長吳茂成等等的人選，在野黨也是無滿意。副主委的這位叫沈淑輝的一個被提名人，包括我們的移轉公投，包括公投綁大選，包括了這個行政院長附屬不附屬的這些問題。他的答案非常的一個保守哈，我們將全數團進團出投下
不同意票。經過這個藍白兩黨共同的討論啊，我們覺得還是應該有更適當的人選。儘管中選會主委游盈隆前剛表示，希望3位被提名人攏會當過關，不過在立法院議會初3進行人事動議權表決之前，若八黨團共同決定要全部退會，就算民進黨團決議要投下動議票，人數輸人中選會人事同款未過關。只要執政黨所提出來，全面都表達封殺，檢察總長。我們從 NCC 也看公平會從接下來的監察委員，把制衡變成一種毀滅啊！藍白到底自己邏輯是不是亂了套？一下要多提公投案，讓選務工作更為複雜，那又不讓中選會能夠順利運作。民進黨立委批評，若要以計推動變形、重啟核電、移轉投票、甲交通發還、投資建設等等的4項公投案，要拼甲大選白做伙。不過，在中選會委員欠缺情形之下，真有可能造成選務的混亂。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條約將對無人載具條例分別提出版本咯，今仔嘛佇立法院會來討論，包括行政院版、國民黨、民眾黨團的版本，甲民進黨立委鄭嘉彬、林楚茵的版本，這個案會做伙來互為審查。也毋過民進黨團是擱再質疑講，若要提出的版本是攏編佇年度的公務預算，這恐驚會影響到社福跟經費。頂禮拜行政院辦的國防自主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互南北聯手動落來，就要立委分別提出因的版本。除了國民黨團甲民眾黨團分別有版本，民進黨的立委鄭嘉彬甲林楚茵也要提出因的版本。初三立法院會開進前，國民黨團先表態，按算5個版本做回處理，交付委員會審查。我們跟民眾黨都是希望說，要買到好的武器，而且要買到整個無人機系統。我們國眾兩黨都是非常支持的，那我們的版本也都會繼續整合。各黨所提出的版本當然我們都支持國防自主，也支持無人機的產業發展嘛，都全部讓它互為。無人載具條例各版本的比較，在行政院版以特別預算編列，上限2100億；國民黨團的版本要放轉去年度預算，逐年編列，上限2400億；民眾黨團的版本同款是要放轉去年度預算，不過金額無限制。鄭嘉彬的版本有關希望用特別預算，一年一期分期編列。過去在黨一個很差的示範，就是只要不是自己的提案，就不交付審查，不交付審查就是拒絕討論，當然不可以這樣。民進黨團強調，南北版本用年度公務預算，恐驚會佔到社會福利、教育、重大建設等等的經費。不過也歡迎各版本做伙互委審查，進行實際討論。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香港銅鑼灣冊店的創辦人林榮基，昨暗因為氣喘癌過身，食到70歲。林榮基捌予中國掠去，佇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前搬來台灣，重開銅鑼灣冊店。總統賴清德佇面冊表示哀悼，嘛強調講，台灣會繼續來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甲人權，嘛甲無要向威權來點頭的朋友徛做伙。陸委會主委邱垂正是講，悼念林榮基上好的方式，就是做伙來守護民主甲自由。台灣是香港人最後一個堡壘，你在香港還是受這種打壓，香港人還有一個退路。2020年，銅鑼灣冊店佇台北重新開幕時，創辦人林榮基講，台灣是香港人最後的堡壘，互香港人閣有希望。真儕年以來，繼續關注政治甲新聞議題，也真儕屆公開發聲講，一定要好好保護台灣的民主甲自由。好好保護台灣。現在我在台灣這一塊土地重建起來，我們其實在反抗。台灣跟我們其實一塊的，我們訴求的都是一個自由民主，理念是相通的。林榮基7月初2因為氣喘癌，佇台北馬偕病院破病過身，享壽70歲。這個香港銅鑼灣冊店事件發生佇2015年，冊店方指控出版禁冊，林榮基互中國掠去關，伊決定歸去亞康中國的惡行。伊佇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前，就搬去台灣，經過真濟艱難，互銅鑼灣冊店佇台灣重生，叫做自由的代表。我常跟林榮基先生說，他好像不是在這邊賣書，他是在傳播理念。他特別告訴我們台灣人要特別珍惜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邱垂正表達唔甘，也講哀悼林榮基，就是愛學伊的精神，守護真無簡單得到的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總統賴清德是佇面冊發文哀悼，也強調台灣會繼續堅定守護民主、自由、甲人權，甲所有唔願向威權屈從的朋友徛做伙。喪禮的事情，我也取得到他兒子的這個授權書。書店的部分是委託他的助理，所以林先生之前他在生病的時候，他就有委託他的助理。黃春商務署表示，包含喪事甲後續當樂園試點營運的規劃，愛等待甲林榮基的家屬討論了後，才做決定。記者綜合報道。宜蘭的警方昨日巡邏的時，經過宜蘭鹽埔飯店的二期工地，有老鴇伊講看到警察，真煩惱講會互掠去哦，所以就走去秘佇水池仔內底，結果墮水死亡。用鐵片圍起來的工地，咧翕的時拄好攏無人。宜蘭縣蘇澳鎮鹽埔飯店第二期工程7月7日傳出公安的意外，一個失聯移工若像煩惱，互警察甲查到，所以秘佇咧工地地下室的抾水池，結果煞墮水死亡。水還未抽，所以講下口有水。無啦，本來攏抽好的。前下口有水。這有當時落雨落。救援單位到現場的時，死者的遺體已經互人刷到1樓，也毋過其他若像嘛是違法請來的移工，攏無佇個現場。包括宜蘭縣府勞工處、移民署等等單位，攏已經介入，當咧追查死者的身份，也有其他移工的下落，想要了解事故迄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代志。他是一個心慌不明的逃逸的外籍勞工，這個部分依照規定，他有一些職業安全上的問題，那個雇主必須即刻通報治安署，再由治安署認定全責，我們再來處置。針對這件意外，雇主已經有職案通報，也毋過移工的死因是單純墮水，也是工地現場有公安防護的疏失，也閣有包廂敢有牽涉到非法請移工的責任，攏要待檢警甲移民署進一步釐清。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華有一個老鴇的越南移工哦，交通違規，互警察抓落來，帶轉去派出所的過程中哦，伊個想要老鴇，結果去傷到警察，予以妨害公務罪法辦。最近一審宣判咯，這個法官是認為移工哦無明顯攻擊行為，所以判伊無罪。順落車轉來到派出所，兩位警員甲後座失聯的姓段的移工帶落車，毋過伊煞雄雄雙手剎邊的警員，致使兩個人攏跋倒佇塗骹。移工隨爬起來走去，毋過走無偌遠，就互支援的警力掠起來。姓段的移工後來互按照妨害公務起訴，一審的法官判無罪。蘇當時互剎倒的警員煩惱講，其他失聯的移工可能也會學這步。這樣的話，可能會影響到以後這些。外籍逃逸移工的想法，他都想說，我都用推的，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逃掉，我就不會被遣送回國去這樣子。調傷的警員表示，案件發生在4月25日下晡，因為蘇當時無確定姓段的移工敢是失聯移工，所以雙手無銬起來，互剎倒了後，造成腳頭拇甲喙脣攏有著傷。一審的法官認為講，姓段的移工是為着逃走才害人受傷，並不是直接針對警員積極來攻擊，相關的證據無法度證明有妨害公務，依法判無罪。經承辦法官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當時被告是突然將身體傾斜掙脫，導致被告與警員倒地，未見被告有何攻擊警員的積極行為。這樣子對我們的警員，這樣子是很不公平。那你這樣子，不然你要叫警察怎麼做事情呢？民眾認為判決對警方無公平，受傷的警員尊重判決的結果，未過上訴。不過，又話希望未來若有這款案件，司法對嫌疑人應該要有相對應的處罰，才袂互警員感覺做甲流汗，風險甲流爛。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嘉南有一間準公托幼兒園，紅白講老師虐待囡仔，有家長是發現講囡仔的手烏青去驗傷提告。嘉南市政府今仔公布第一階段的調查結果，兩個教保員分別罰款40萬，一世人攏袂當閣聘用，一間幼兒園嘛停招1檔。規身軀烏青硬化，看到有夠心痛。這個家長前幾工仔指控家人一間準備做公共幼稚園的老師，因為因囝無好好孝道，疑似互不當對待。其他家長嘛同齊講，因的囡仔嘛有同款的狀況。市府介入調查，趕緊甲幼稚園內底電桿查扣，涉案的教保人員哪一個人？初三公布第一階段調查的結果，兩個教保員罰40萬，一世人攏袂當閣請。幼兒園呢，我們也依照規定呢，處最高負責人6萬元的罰鍰，並令這個教保服務機關，也這個幼兒園
停招1年。除了新的學期開始，我們讓它停招之外，那其實現有的學生已經有陸續來要求他要轉班轉學。除了甲涉案的教保官罰錢，負責人嘛用重罰，還有停止招生來處分。後學期開始改讀契約，因為代誌發生的第一時間，幼稚園無依照法律完成社政通報，罰3萬塊。特別的所在是佇咧市府依照兒少法，會甲幼稚園內底囡仔規個受害情形攏提告。幼兒園的老師顯然是故意的行為，所以目前我們是提告故意傷害，因為故意傷害是告訴乃論。兒童及少年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2項，它這邊有規定說，如果是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犯罪的話，主管機關可以獨立告訴。除了班級2個教保員行為不當以外，市府嘛指出，大班教保人員佇咧支援這個班級的時陣，嘛有不當對待，已經啟動第2階段的調查，會用上嚴格態度來追究相關的責任。記者打電話給幼稚園，一直到結果進前，攏無人聽電話。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行政院通過明年軍公教要調薪4%，今年的7月開始專業加級甲主管的職務加級嘛攏增加2000塊。行政院嘛呼籲民間的企業做伙來加薪。行政院通過116年軍公教員工待遇提升方案，除了2027年同案調薪4%，今年7月初開始，專業加級、主管職務加級嘛攏加2000塊。行政院表示，希望提升公部門勞人才、招人才競爭力。行政院嘛呼籲民間企業買當做伙提高勞工的薪水。院長呢也再度呼籲民間企業也能夠帶頭來加薪，共同來穩固勞資關係，鼓勵優秀優良的勞工，提升產業生產服務的各項效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在5月29公布上新的 GDP 預測，國內受到 AI 甲科技需求的帶動，今年規年的經濟成長率調整到9.64%，是16年來上高。行政院認為政府帶頭調整軍公教的待遇，希望帶動民間企業做伙加薪，形成薪資成長正面的循環。不過，勞團認為，若要真正帶動民間勞工攏加薪水，政府嘛就推動勞資協商、薪資透明化，甲受罰降低工會成立的人數，勞工才有團結權，透過工會和資方協商。咱的企業內底勞工可能攏30人以下，這部分咱可能要透過這個修法，會使互工會會使講門檻，組織的這個門檻來變較低，安尼勞工才有法度透過這個工會來做勞資協商。勞工團體嘛表示，因認同政府調整軍公教的薪水，不過嘛認為政府應該建立更加制度化的調薪機制，唔通因為選舉要到啊，才調整待遇。記者郭金陽之講台北報道。國際新聞來看，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印度訪問，雙方是簽署包括經濟安全、人工智慧、能源甲關鍵礦產等合作備忘錄。印度的總理嘛講，10天內會當來60條的日票投資印度。也毋過，中國是批評講，印度甲日本合作是想要來對抗中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了後頭一屆訪問印度，初二甲印度總理莫迪進行雙邊會談，兩個人擱較佇聯合記者會頂頭以兄妹仔互相稱呼。莫迪設定目標，希望未來10天會當吸引10條的日票去印度投資。सबको मिलकर यह सुनिश्चित करना है कि अगले 1 दशक में जापान से भारत में निवेश 10 ट्रिलियन येन के टारगेट को भी पार करे और भारत में जापानी कंपनीज की संख्या भी 10 वर्ष में डबल हो जाए। 這主要是高市早苗就任了後頭一屆訪問印度，超過150間日本企業有對去，雙方初二簽署129項合作備忘錄。這屆峰會就創造125億美金的投資承諾，而且印度日本雙方合作領域主要有3大核心，包括深化經濟安全、擴大國防甲科技合作，同時也強化能源供應韌性。高市早苗初二閣再提出一直推動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日本とインドは地域を支える2大民主主義国家として法の支配を堅持し、いかなる威圧にも屈することなく、自由を守り、繁栄を作り、そして未来を切り開くためにより一層連携を深めてまいります。
這項10年計劃，唔但深度結合印度市場潛力，甲日本的先進技術資金，佮較佇個國際地緣政治甲經濟局勢之下，為雙方打造全面戰略友伴關係。也毋過，中國外交部批評歌朻早苗開放印太戰略真正的目的，其實是要對抗北京。嘴上喊着自由開放，心裡想着對立對抗，這樣名不副實的理念，與地區國家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共同心願背道而馳，也注定不會得到真心認同。歌朻早苗自去年11月發表台灣有代誌相關的談話了後，中日關係已經變作是1970年建交以來上歹的程度。這屆印日峰會深化關鍵礦物甲供應鏈去中國化的合作，佮較直接揪到北京敏感的神經。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來看泰國的東北部昨午有一個11歲查甫囡仔偷駛厝鄰的貨車出門，結果失控去弄到當地當個化緣的和尚的隊伍，弄死9個和尚，佮有8個人重傷。畫面上，這個穿白色底衣的11歲查甫囡仔，就是偷駛厝鄰皮卡貨車弄去前里的嫌犯。人是驚嚇袂定，由警方暫時收押。佇無偌遠的車禍現場，這台咖啡色的伊蘇蘇皮卡貨車，萬把甲引擎蓋是壞了了，車頂甲受害者的物品落甲滿世界，規個如蒼蒼。事故地點佇泰國東北部的莫達漢府。外電報道指出，34個情侶當擺入行路，熊皮卡貨車就弄過來。佇現場的情侶講起事發經過，有關是心驚嚇。มีรถกระบะคันนึงคือไม่รู้ของเด็กหรือใครก็ไม่รู้ขี่เราฟาดขึ้นมาอยู่ระยะอย่างเงี้ยชนเขาขนเลยพุ่งใช่ไหมเนี่ยผมนี่กระโดดนิดเดียวโยมนิดเดียวกระโดดลงเลยใครบอกประมาณนั้นแล้วก็ครูกับผมอ่ะกระโดดแบบลงเนี่ยลงข้างทางเลยอ่ะจากองค์ที่9รอดโยมองค์ที่3ไปปุ๊บเหมือนองค์พระลอยตุ้ม因為嫌犯簡單11歲，依法袂當單獨接受偵訊，所派警方上將伊帶離開現場，暫時收押。會會同社工進行心理評估。另外，因為當傷的情侶至少8個人，莫達漢府病院嘛呼籲附近民眾通好來關懷協助治療傷者。公視新聞邱家仁編譯。來關心明日6月20日的大電動哦，即馬死亡的人數已經有2000多人了，還有上萬人失蹤。搶救的行動是繼續傳出好消息，來自地理的團隊將救出一個上場的保全人員，對災民還有歸救援團隊來講哦，這是一個正大的鼓勵。委內瑞拉日前小連續發生規模7.2到7.5的大地震，兩屆之間間達人39秒，造成將近6萬棟建築物受損或者是崩起。崩起的大樓內底，一個查甫人吊佇140噸重的後背仔內底，8天了後瘋救出來。告訴大理解，醫護人員表示，這個查甫人會當講是完全無受傷。地震發生的時，這個查甫人當咧 shopping mall 邊的停車場上班，響時伊當咧專用的警衛室內底值班，嘛加載有這座警衛室佇邊仔建築放落來時加保護，只是救援的過程又不哩驚險，有幾廿屆大火的臨時通道崩起。截至目前為止，這兩屆地震已經造成2300人死亡，數萬人失蹤，傷者超過11000人。¿A dónde estás? ¿Alcanza a llegar la luz de aquí arriba? ¿Estás bien? Sí, estoy bien. Lo que pasa es que las piedras me tienen mal la espalda. ¿Estás herido? No estoy herido, sino que las piedritas me tienen incómodo. ¿Las manos no las tiene lastimadas? ¿Ah? ¿Las manos no las tiene lastimadas? No, las tengo raspadas. Ok, si gustas, pasamos a lo del agua para que después tenga un poco más de fuerza. Tú me avisas cuando tenga la manguera. Sí, ya. ahorita va el agua, Hernán。地震發生到今已經超過1禮拜，毀壞的建築物一個啊一個封條記底的符號表示已經檢查過，無人幸存。目前親屬志工甲救援人員將目標轉換做敲找罹難者遺體。美國北部沿海地區的一間麥當勞，嘛封改做臨時病院，專門救治傷者或者是動物伴。Aquí hemos atendido desde una cesárea, fractura, personas con hipertensión, desnutrición, todo lo que es esa parte. Aquí tenemos la primera parte de triaje, tenemos farmacia, contamos con veterinaria
un equipo de logística también, el equipo de almacén, que es en la parte de arriba. 為國官方統計，要啉13000人無厝通轉去，因簡單會當困佇街路、公園，或者是佇空地搭臨時布棚。警方是加強巡邏，以防止搶劫的事件發生。不日個幸存者可能會面臨糧食危機。世界糧食計劃署6月底呼籲大家做伙總5000萬美金，甲為國50萬的民眾提供3月日的糧食援助。公視新聞新樂杯編譯。過來消息來看，高雄鳳山的文良路的巷仔當個空路，也毋過有民眾就反映講，哪會減啊甲只空一半咧？市政府是講，這條八米路一半是路地，一半是公園的退休地哦，所以會找相關的單位來討論，看講安怎來改善。大約120公尺長的車路，一半是淡仔甲，一半是阿媽土，中國有水溝掛，車輛經過無論大細台，攏會搖搖晃晃。高雄有民眾反映，鳳山這條文良路16巷公車一路面要停空，大家原地攏真期待，想不到過2天看到攏硬去，這淡仔甲哪會空一半？我遇到他在修晚上的鋪路，所以我停去別的地方，想說，還感覺蠻好，結果隔天來看鋪一半，我也覺得蠻神奇的。因為它還是不平啊。禮拜來空的時，我感覺講，我再空安尼，真正吼歹看。第一個不平穩，第二個就是顛簸，那個對車子也是會有影響，損耗率會比較大。規條路若淡仔甲空一半，路中水溝掛，迄窄的阿媽土路，佫有撲出來親像路死的物件，真正危險。對此市府回應，道路的施工單位是區公所，不只個這條8米路，一半是路地，一半是公園的退休地，現主時是做規停車使用。因為款這單位無共，才會出現淡仔甲空一半的狀況。後續會找相關單位討論改善。有關本案的公園用地是否改鋪柏油路使用，涉及都市計劃、交通安全等問題，日後市府相關部門將再行研議。我們還會再跟公務局、公園處那邊討論，因為這個可能以後就是等於，如果劃分清楚，就是直接歸屬於該是誰維管就誰維管的了。公所強調，等候確定由倒一個單位落去維護管理了後，對隨做處理，到時路邊對使用同款的材質來停空。記者柯家族、柯昭陽、高陽昌報道。屏東縣有縣議員是反映講，恆春國中的棒球隊球員的宿舍又閣舊又閣矮哦，一棟樓仔厝住23個囡仔。縣政府教育處閣學校是表示講，會閣來找新的宿舍，嘛強調講，望會當來爭取經費，佇校園家己來起宿舍。相片內底木個架間有芳，看起來較舊啊。大面床厝、房內閣菜鐵架啊，就無啥物空間啊。這是恆春國中棒球隊學校佇外口退球員組的宿舍，因為縣內其他有棒球隊的學校，攏有家己專用的宿舍，品質閣好。恆春的縣議員羅文興佇總質詢，就質疑縣府是毋是大細心？不僅是頂樓加蓋鐵皮很悶熱，而且電線老舊。也負載超標，所有的囡仔攏總徛佇這個狹窄空間，咱的棒球隊的小朋友，讓他們住在這種隨時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方，啊，萬不然哪發生什麼意外？請問縣政府可以負得起這個責任嗎？在恆春半島的確租屋是比較辛苦，最快的模式是要從外部去尋找更好的住宿空間啊。那我想我們會一起來幫忙。羅文興佇議會表示，恆春國中棒球隊目前有23個球員，新學期會閣較濟，一定囡仔選住佇一棟較舊的樓仔厝，毋若鐵厝頂燒熱，電線舊架間矮，宿舍的品質無好，嘛有安全疑慮。恆春國中校長表示，厝頭家已經有甲環境改善，毋過家長希望品質會當提升，互囡仔住了較舒適。房東很配合我們啦，他也人很好啊，就是協助我們拆除。學生是也有說過，因為之前的環境比較糟啦。哦，學生是有這樣子的反應。但家長啦。哦，家長哦，學生家長。那目前縣府跟學校已經積極呢，來尋找更適合、更舒適的空間呢，讓學生有一個安全的住宿環境。恆春國中棒球隊這幾年表現袂歹，113年捌摕到冠軍冠軍，114年全國錦標賽嘛有摕到第3名。恆春國中回應，後續會向縣政府提出申請，甲校園內3間教室改建做宿舍，一定會提供球員更較安全、有品質的休困環境。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來看新竹市北區高雄山區的公園哦，外包摒掃的廠商落跑，即馬公園環境的維護變做是愛基層的公務人員家己去做，傳出講2個人就愛負責5000多坪的公園，基層是真怨嘆。
運動設施、遊樂器材要有大片的草埔，這公園設施攏需要人長期照顧。不過，新北市最近卻傳出原地市府委託廠商違反合約漏拋棄，致使所有的工課攏交予基層，24個人就要負責126個公園甲公共便所。有一些原本不是我們要做的，突然劃進來我們的工作區域，我覺得太不合理了。根本就做不完啊！做不完，你上面的盯下來，我們也沒辦法做多好啊。履約管理沒做好，廠商落跑普基層。時代力量新北市議會黨團指出，以面積來講，平均一個人就要負責2個腳球場的範圍，市府根本就是咧刻薄基層。那我們可以看到範圍，特別像是機動組，它的範圍是北從機場、空軍基地，南到南18尖山、竹苗縣市交接，平均一個人要扛14處公園。這是一個合理的配置嗎？市府回應，因為原廠商走去，為確保公園維護，所以才暫時先予基層負責，賣結合里長甲環保志工做伙協助，降低這段時間基層當年的壓力，賣閣再找廠商來負責。由養護工程處外勤同仁投入環境清潔，並結合里長、環保志工及市府相關開口契約廠商，共同維護公園環境。針對外界關心的人力調度，是否均依勞動契約辦理？相關工作內容皆屬契約的約定範圍。議員認為，雖然公園維護管理大部分攏是外包廠商，但廠商漏跑唔能害到基層公務員，這間廠商的員工也受害。要求市府應該掌握外包廠商的狀況，重視勞工權益。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來看受到進前大水雨影響，台南沿海氣溫水變正，所以蝦仔甲蛤蟆是死真濟。有農民就怨嘆講，蛤蟆的產量存無到2成。台南市農業局是統計講，蛤蟆在損的面積大約有2000公頃，會來替農民爭取現金的救助。甲蝦膏撿起來，原本應該有真濟活跳跳的白蝦仔，但煞無幾隻，互運主是馬口無目屎。但為了受到風颱外圍環流和西南風的影響，台南七國北門頂沿海灣仔，因為上大雨真濟天，造成灣仔水質變歹，鹽度變正，有的甚至連灣仔水嘛反色，蝦仔未堪熱，無法度適應，大量死去。養殖業者講，本來一架地通收2000台斤，即擺剩無1成。算淡化太多吧，水質變化太多，變化太多了。比方說，因為颱風又要來，這幾天應該超熱吧？對啊，這樣也會有影響啊。一甲地差不多有1-2千斤左右吧，現在一甲地都沒有1-2千斤，就剩幾百斤而已啊。大水雨影響，北門鄉村的蛤蟆嘛，因為灣仔內鹽度有變化，致使大量死去。那岸邊的蛤蟆的空殼，即擺是貼干那山。運主推估，因的蛤蟆存無3成，今年的收成攏總烏有去啊，甚至叫人去借錢來度吉。對此，台南市農業局已經啟動財訊查報，講會趕緊甲中央爭取現金救助，協助漁民渡過難關。愛過來人借錢的啦，迄是唔敢講出來的啊。你有看家一個咱遮目屎咧佇遐咧爬，地拖下死嘅幾個千斤。今麥剛有法度救？無多啦，該再困在遮。清掉呢。那從即日起到7月16號那我們請受災的漁民能夠到受災當地的公所來申請那本市會用最快的速度來辦理一個受災。這擺大雨唔但予養殖戶真歹趁食，到時嘛連帶衝擊到中秋節的市場，咧白蝦甲蛤蟆大量減少，未來若中秋要烘肉，恐驚繼續賣對得起價。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宜蘭的國民國中國小學生10個人今仔早起出發，要用12天的時間駛帆船航行1500公里，要去日本的奧克那瓦。今仔早起出發時，行政院長杜英泰甲副院長鄭麗君嘛攏有專工去替囡仔加油。我們願意用科學探索海洋，用行動守護海洋。我們願意勇敢探索未知，尊重不同文化。我們有做過很多事前的準備。那我們大概有做哪些準備？有去開去龜山島挑戰，然後還有學一些船上的儀器怎麼使用。我們也評估大概颱風可能會影響的時間大概是在7月8、9、10這3天。那我們可能就是依據這個颱風的狀況，會有一些行程的調整。校長表示講，在出發之前，學校有針對在囡仔專員來做訓練包括長時間的航行訓練、安全教育，都還有科學課程。
星空的導航等等。也毋過唯一變數就是驚講去拄到風颱哦，沿途嘛攏會詳細來評估，安全是上重要的代誌。那天氣真穩定哦，按算用12天的時間，駛1500公里去到日本的奧基納瓦，沿途來探索海洋。再來看台東縣頭一屆的台東博覽會，今仔起講咯，市區是有7個場館，23個場區來呈現出台東縣的歷史。昨暗暝辦開幕的音樂會，小毋過所有民眾哦，食酒鬧事，互警察抓起來上班。台東今年後來推出新的活動，台東博覽會初3正式開幕，初2暗時舉行開幕音樂會，吸引上千位民眾。不過演唱會場地附近煞有人議事，食酒了後摕 cream 的抹匙來鬧代志，警方接到通報，隨到現場壓制，該送法辦。經查，康姓男子因酒後情緒失控，以現場持奶油抹刀揮舞之勢，警方獲報後迅速到場制止其行為。台東博覽會是縣府頭一屆舉辦的分散式展場，真儕場館攏推出互動式的活動，真吸引人。不過安全的依號也受到關注。縣府表示，博覽會分別由縣府各單位負責場地安全，縣警局也提供逐工6人次的固定警力巡邏，也有2位機警。另外，還有線頂的巡邏警力，攏會使隨到發生代志的地點，依號安全。請民眾就要配合場館的參觀動線。那我們場館內都有許多我們特別招募的志工以及許多的服務的同仁來進行現場的場館的介紹以及維護的工作。縣府強調，今年後來台東博覽會甲熱氣球嘉年華舉辦的時間有50天，讓遊客會使到倒死。不過也呼籲講，一寡場館有人數總量的限制，請大家都要排隊等入場。記者綜合報道。去花蓮佚佗哦，即有一款新的免費的電動輔助車會當使用。花蓮縣政府甲業者合作推出60台會當載行李的電輔車，來方便民眾移動。那麼做伙來了解。出門旅遊大包小包的行李，常常互旅客佇咧旅行的時陣真無方便。不過即馬花蓮的轉運站都有提供免費的載物電輔車會當借。載物，所以它可以載行李，也可以載寵物，但是它是不能載人的。所以我們提供了，如果你是家族旅遊，先生可以騎載物電輔車，太太可以騎着我們的淑女車。看行李空間，甲會當行70公里的電池，安尼載物電輔車是完全免錢的。旅客只要投保意外險，甲互人投電輔車的押金，就會使用3天。到底敢有好用？遊客看法是無相同。有一個短程，你還沒有去取車或什麼之前，可能或許方便，對。但是你要跑那麼遠，真的還是有點困難。所以我們的車長呢，其實有在跟歐洲的車型比起來是有在稍微縮短的，適合台灣的環境。那再來，它整台車可以載。前面載物空間是可以載100公斤的。另外，為着要讓遊客佇外口手機隨時會當充電，這屆也推出行動照電車。另外，轉運站內底也增加觀光案內所，多元服務，希望會當讓旅遊的品質更較讚。行動電源可以假租乙還哈。那另外，我們在這個觀光案內所的推出的這個服務部分哈，我們有引進這個 BNI 的這個商務的這個交流平台，讓我們這個在這個轉運站除了交通資訊、觀光旅遊服務資訊，那另外還可以做這個相關的預約接送服務的部分。縣府強調，這屆有60隻載動電輔車，甲20隻小李電輔車，其中載動電輔車會使閣加少電池，互伊閣較有動頭力，創造減碳共享的微型交通環境。記者綜合報道。因為護理師的腳手無夠，衛生福利部拍算要來推殺癌症的患者點厝化療，上今年底實施。也毋過，台灣癌症基金會調查是發現講，8成的朋友無支持，因煩惱講無帶醫保險就無賠，嘛驚講若有緊急的狀況無法度隨處理。衛生福利部部長趙宗良是強調講，會選擇較安全的藥仔，嘛愛病人願意才會來推動。醫院全台欠護理人力的情形，衛福部計劃推動癌症的患者的居家化療，將近今年底實施。不過，台灣癌症基金會上新的調查顯示講，有要8成着癌的人，就算是經過醫師的評估，同款是無願意佇厝來化療。內面40歲到59歲的族群意願上低，9成以上的癌友煩惱發生緊急狀況無法度處理，要9成煩惱欠醫護資源，7成6認為商業保險未賠。傷保的時候呢，通常是住院才理賠。那這個治療
療的這個醫護的這個照顧場域換了到家裡，那常常在這種狀況之下呢，商保它可能就不理賠了。醫師表示講，因為醫療科技快速進步，這些癌症的治療已經會當在門診甚至是居家來進行。過去胃癌、食道癌這朋友會使用紅叫做是牛連冠的5FU 炸色素液化療藥啊，登去厝住，過1、2天才登去病院拆掉。但是所有的癌、所有的化療藥啊，都適合居家治療。起泡性的化學治療藥物，它要是外露，那滴到皮膚或者滲到皮下組織裡面，那個皮膚是會潰爛的。這類的藥物就危險性就相當高。皮下人工血管不是我們一般在這個周邊血管打的，確保它比較不會漏針等等這些情形之下才會實施，所以大家不用過於恐慌了。就總統強調講，健保初步的規劃並不是以癌症來做限制，是優先選較安全的藥物，而且在病人願意放心的狀況之下來實施，提供民眾多一種治療的選擇。記者綜合報道。迄個是出國的大月，今仔台大病院甲中央航空簽署合作備忘錄，要來推動空中輪椅的計劃哦。結合醫療甲航空的專業，要來宣導旅遊醫學的知識，嘛來提升飛輪機哦的醫療設備。真濟民眾坐飛輪機出國除了有新型傳染病的風險。有醫生也指出，若是旅客有心較濟歲，有心血管、呼吸系統相關的慢性病，也是最近捌動過手術，攏建議佇出國進前4到6個禮拜去旅遊醫學的門進行諮詢。很多都是年長者，可能就是因為氣壓的關係，產生呼吸不順，然後喘不過氣來，然後心臟不舒服，還有頭暈等等。為了守護民眾的健康。青沙台大病院甲中正航空簽署合作的備忘錄，推動空中輪椅計劃，結合醫療甲航空兩種專業，共同宣導旅遊醫學的觀念，增加民眾前捌出國的風險，也提升飛輪機頂的醫療設備。我們在2011年就導入了這個 MedLink 這個醫療的一個諮詢的服務，那透過在空中跟地面的這個專業的醫療團隊的聯繫來提供一些必要的協助。那在2019年，我們就啟動了這個空中人醫的一個計劃，那邀請具有醫師資格的這些旅客來加入。那如果航班上有遇到旅客需要醫療照護的話，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 MedLink 的地面的諮詢，跟在空中人醫及時的出手的協助。台大病院表示，旅遊醫學門診除了會當注疫苗，有幾款藥物也干那旅遊醫學門診的醫生才會當開予患者。醫生也會當針對病史、用藥的記錄、旅遊的行程，打造個人化預防計劃。另外，台大病院也有旅遊醫學的網站，讓民眾佇出國進前通做參考。記者郭耀基、曾俊佑台北報道。新北市中和的動物之家轉型成做是全國頭一個動物的長照園區哦，早期啟用咯。獸醫師是表示講，狗仔甲咱人共款，老啊關節會退化，嘛有失智種種的問題，所以園區會來辦長照復健的教育課程，來教主人安怎來照顧食老的寵物。帶有回到爬行會當訓練肌力，狗仔甲人類共款，老啊筋脈嘛會流失，需要訓練筋脈來自我保護，讓狗仔前腳踏佇土豆球頂懸，較會當訓練伊的核心甲前腳的氣力。老狗更需要練核心，對，怎麼說？就是因為很多後肢都會無力嘛，對，所以更要鍛鍊它的肌肉。13歲的狗看起來核心也閣真好，飼主講看心肝狗一日一日老去，變甲無遐活潑，較會煩惱伊適齡。不良遺傳是比較難照顧啊，希望說可以提早來營運嘛。對。老狗若準關節無好，會當透過水療練走機訓練。狗仔老啊，閣要保持健康，簡單課逐日的散步也閣無夠。所以會有福利，讓它走起來會比較不會比較輕鬆一點。新北市中和動物之家規劃轉型做動物長照園區，會再正式揭幕，建築設計增加復健設施，醫療照護嘛特別加入佔據，透過刺激穴位加強血液循環。獸醫師講，毋若關節退化，狗仔老啊可能嘛會失智。飼主需要先思考到老年後的照顧問題。狗比較明顯，就是它失智之後，它其實會一直繞圈圈，它其實會就是一直重複一個行為，然後到那個時候，其實就比較難讓它恢復了。新北市打造頭一座動物長照園區，閣祭出領養誘因，只要佇新北市各動物之家領養毛囡仔，就會當有免費的終身醫療照護資源，降低領養長照動物的負擔。記者綜合報道。
來看早起哦，屏東的竹田出現37.1度的高溫，氣象署嘛繼續發布高溫資訊。台南市、高雄市、還有屏東縣哦，攏有可能會小連續出現36度的高溫。高雄市的環保局嘛設500外會當吹冷氣補充水分的地點，民眾哦只要用手機啊定位，會當查到500公尺內底會當響亮的所在。日頭赤影影，尤其是風颱要來進前，更較是漚翕熱。為着協助民眾通找到清涼舒適的地點，各縣市配合環境部 Cool Map， 把清涼的地點飄出來，打造涼感城市。民眾只要拍開手機的定位，就會當隨查到4塊為500米內會當暫時休喘的舒適地點，就近吹冷氣、免費補水。拄設置的 Cool Map， 大部分民眾攏表示也無聽過。到115年新增至526處。那包含活動中心、公園、百貨、超商等。那民眾只要在網絡上搜尋 Cool Map 關鍵字，就可以進入平台。市府地區的十字路口踩大娘線，在路口咧等太陽燈的民眾感覺真有必要。高雄那麼熱的天氣，應該還是有一點遮陽的功用啊。但是可能，現在數量的管還不普及，有點散落式的話，它的功能還沒有那麼明顯。如果有這個就不錯啊，就是現在太陽太大了吧。就是在那個陰涼地方有沒有非作業時間可以稍微避暑一下，再找陰涼的地方。人愛避日頭，動物嘛同款。壽山動物園的動物佇園方的照顧下，唔但加強早日設備，還有工作人員加準備冰站、甲噴水降溫。暗講的頂懸嘛加架一個篷布，避免動物休困的所在溫度傷懸。除了可以在這個7+7台躲藏以外，因為在這個我們也有些地區是我們有一些比較茂密的一些的草皮哈，他們也可以在草皮有陰影的地方，可以在那邊休息，這可以做消暑。氣象署呼籲民眾避免無必要的室外活動，注意風曝，愛補充水分，戶外做事或者是運動，愛避免高溫環境。記者綜合報道。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今仔各地攏是濟雲好天，正燒熱的天氣。西部是到33到36度，基隆佮東部嘛有32度到33度。目前太平洋地區有2個熱帶系統，包括佇南海今仔透早形成的梅沙風颱，對台灣是無直接影響。另外，關島東方的八位風颱，後禮拜就會接近咱台灣東方的海面，這個風颱就愛特別注意。隨着八威颱風逐漸的接近到東南方的海域的這一帶，要稍微留意，它可能會為我們附近帶來一些長浪的情形。那後續呢，也可以看到在下周3、4左右，它會比較接近到琉球的南方海域的這一帶，並且有持續增強的趨勢。而從周4開始，台灣附近的風場也有受到它外圍的風場影響，轉成比較偏向東北風的情形。因此，屆時在迎風面的這一帶，降雨幾率也會增加。未來一禮拜天氣哦，嘛是會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哦，攏是好天、正穩定的天氣。也毋過，各地頭過道有可能會落雷公雨，中部以北山區哦，雨有可能會落了較大。下半部的天氣來看各地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中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4度；外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2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報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報3點，咱再會。